上少也有7个地区吼，上少也有7个地区咧战争啦吼。总是咱伫主的面前求主施阮怜悯帮助咱。咱为着真济利益咧相战，总是咱恳求主用伊的稳定公义来引带咱，互咱伫这个地面上会当敬虔过日子，毋是出于家己的贪心甲骄傲，嘛毋是出于咱欠缺安全感。咱乃是伫主的面前讲，主恳求你保守帮助我，互阮的心行伫你的公义内底，有怜悯，有疼痛，亲像你款待阮，阮会安尼彼此相疼痛，互相款待。咱为着这来感谢，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圣哉，圣哉，至圣的主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所赏赐阮的恩典。你是主赐阮的上帝，引带阮伫一切的事上帮助阮。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应允阮，阮的心若是对你来行，安全感就会伫阮的身上。万军的耶和华是阮的帮助，是阮的力量，是阮的磐石。是阮的安全，是阮的追求。主啊，你帮助阮，怜悯阮，将着阮活命内底所有的惊吓摕走。主啊，互我为你来活，知影你是我的主，是我的上帝。知影阮的兄弟姊妹伫你的听内底，甲你同行，活命就得到真正的平安。主啊，阮为着这个世界真侪的战争。人活伫艰苦内底，上帝，阮确实会当伫你的疼痛内底得到平安。阮为了这来感谢，阮将一切上善恶乐来归于你，也赐阮帮助阮，互阮更较会晓来疼惜、来照顾。对着上帝你所赐福，互阮的恩典、能力，你所赏赐互阮的恩赐、恩膏，阮通过这个来服侍。来分享，来甲主你的名见证出来。你是阮的主，阮伫你的面前有啥物通夸口呢？主啊，就是阮手中摕到一切所有，却是阮失去甲你的连结。主啊，阮其实也可是啥物拢总毋是。求你怜悯，求你照顾，求你教示，求你互我行伫你活命真理的道路，阮上赞归于你，平安伫阮当中。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接续咱为着今仔日下礼拜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来祝福兄弟姊妹。伫真无用的时间内底，有缘甲这个日子分别为圣，通过这个日子来甲上帝相连。甲兄弟姊妹相连，互咱的活命有天父上帝，也有兄弟姊妹，互咱知影主应允咱，就休困，就安息，就倚靠伊。这个日子是神圣得稳定的日子，所以咱伫主的面前，同齐开声来祈祷，来祝福兄弟姊妹，也祝福咱家己。宣告上帝要通过安息的日子，互咱重新得力。互咱甲主有活命的能力的相连，同齐开声宣告祝福，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是得胜的君王，你伫阮的活命内底有美好的引带。主，我要感谢你，伫这得胜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对死搁活的日子。主啊，是阮伫这个日子来感谢，因为7日的第一日，主耶稣搁活了。主啊，你赢过所有一切的死亡，一切的欠缺，一切的能力。主啊，这个你拢赢过了。你是天顶地下一切的主，你创造宇宙的伟大。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是什么款的人？但你竟然这么啊疼惜阮。主上帝帮助阮，互阮有科学的精神，互阮有真理的真心。互阮有伫主你的面前，甲家己奉献为主来活，见证上帝你的权能。主啊，你伫阮当中保守阮，引带阮，互阮活伫这个世间，
活伫这个世代无地教行兄，乃是活出甲上帝相连的活命，甲兄弟姊妹彼此相听的活命，用安尼来见证主啊，你的和谐，用安尼来见证上帝你的真情，用安尼来见证上帝你的伟大。主啊，帮助阮，引带阮，任命阮，赐阮伫阮，互阮果然会通对上帝你领受活命真理的光，甲主你三甲同行。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平安祝福伫你的正义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祝你引带阮，互阮会通进入你的圣殿，伫殿中敬拜你，伫殿中学习你的律例天章。为着今仔日的礼拜，为着传道分享的信息，为着阮领受的心，伫主的面前恳求圣灵引带阮。互阮的礼拜真做上帝你的欢喜，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明传兄来报告。兄弟平安。消息报告：第一，今仔廖牧师夫妇前往庄明圣教会服侍，请为牧者侍奉出入代祷。第二，文管团队休假至6月初，请兄弟为团队身心灵能得着全然的休息、出入的平安代祷。第三，今仔日下晡1点，将伫教会3楼召开4月份执事会以及修宪会议，请各位执事以及修宪小组同工注意时间出席会议。第四，新的一期木香鼓班伫6月初2开课，要报名的请至招待到所处。第五，4月24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救主堂举行，请预留时间参加。第六，4月25礼拜六上午9点半，南部教区儿童主日教师以及家长成长课程讲员马永年甲梁婉华夫妇老师夫妇将有请有报名的兄弟留意时间参加。9点开始报道，下晡礼拜主日也将邀请马老师夫妇分享信息。第7，6月15至17，举办圣教会全国信徒领袖会，主题无与伦比的福音，讲员董家华牧师，地点伫中华亚太鹿港度假村，费用详细参看公布栏，请向办公室报名，报名到5月20截止。第八，7月初2至初5，将伫教会举办社区儿童营，即马开始招募同工，欢迎意愿一同齐参与服侍的兄弟向孟村传道报名。第9，7月28至31，伫嘉南药理大学举办圣教会全国青年大会，相关的资讯请看赖公报群组。鼓励学生青年参加，请向萨维传道报名。早鸟优惠至4月30。补充报告，以上报告。敬拜而乐，请敬拜团。亲爱的兄弟平安。
感谢主，咱搁同齐来敬拜咱的上帝。今仔是真正好的一天，因为有济咱的兄弟姊妹，咱看重即日，主日，咱要伫遮衷心得到快乐，咱要伫遮领受上帝超自然的平安。阿门。好，那这时咱要来欢喜，来学了咱的上帝，咱要唱出耶和华的大慈爱，耶和华的大信息。这是伫咱的后座位起立，拢用欢喜着听声来学了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大慈爱高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到主的面前，咱来唱耶和华上帝大慈爱，伊的大信息。咱要为着咱家己伫上帝的内面，咱所领受的一切这个丰盛的恩典上帝怎样伫咱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咱怎样去领受上帝慈爱，伊的信息，也互咱会当真做见证，会当来将这个福音会当传遍咱所熟悉的这个朋友，这个社区，也是咱的亲情。所以咱只是来献上感恩的祭，也互咱家己真正献伫上帝的面前，咱所领受的这个慈爱，上帝信息会当传伫这还未认捌上帝的人的身上。只是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的大慈爱，你的大信息，伫阮一生的过程当中，主阮亲像安尼来领受着，主阮要感谢你，主你使用阮，你救赎阮，都是要来传扬这个福音，互人知影耶和华上帝，伊的听是无止线，伊的听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上帝啊，互阮真做你使用的器具，互
我会当真正无论行到倒位，我拢会当用我的嘴、用我的行为来见证上帝你的荣耀。主啊，互人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熟悉你，会当来到你的面前得到这个救恩。主，愿感谢你，我要永永远远来唱耶和华上帝，你有大慈爱，你有大信心。哈利路亚。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高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高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嘴叫人知影，你大是神，你大是神，用我嘴叫人知影。唱你的大慈爱，主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信息直到万代。主，我们来歌鼓你的名，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们要将所有的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你，唯有你配得，你配得所有的尊贵、权柄、荣耀、感谢与赞美。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哈利路亚。请坐。主，我们感谢你的听，感谢你救赎阮，会当真做你的儿女，真做你的祭司，真做你的百姓。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甲福气！主，你伫万人中拣选阮，毋是阮是上好的，毋是偌优秀，毋是阮拍拼得来，是上帝你会疼临到阮。主，我要来找求你。有时阮伫这个地面上，阮常常会犯罪，阮常常会软弱。上帝，你拢知影。主，你的保护来洁净阮，你的圣灵来充满阮，互阮伫你的内面有气力、有能力、有智慧。主啊，阮的身体是你圣灵的殿，是你圣灵徛起的所在。阮每一天拢要来亲近你，要来敲找你，来靠无你的同在。主。
稣基督，你的宝血来洗净阮，互阮成做一个圣洁的器具，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服侍你。主，你亲像真葡萄树，阮是树枝。主，阮若无念伫你的内面，阮实在袂当做啥物。主，阮需要搁较谦卑，来到你的面前，降服伫你的面前，恳求上帝你来洁净阮，互阮会当常常甲你亲近，你也要亲近阮。主，阮的能力是为你遐里来。你是阮智慧、聪明、能力的源头，阮只有恳求上帝你的圣灵大大来充满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毋是靠家己的气力，阮是爱靠耶和华，靠上帝你的圣灵伫阮的内面，互阮会当靠主来刚强，互阮会当靠主来做逐项的代志。主，阮感谢你，阮需要你的同在。有上帝的同在，阮凡事拢会当行通，会当顺遂。恳求上帝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临到阮每一个人，互阮来亲近主，主你就来亲近阮，互阮会当来领受为天来的这能力。主啊，互阮无效法这个世界，互阮的心意更新变化，互阮的心会当常常甲你三角连结，互阮的活命会当为主来发光。主，阮感谢你，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怜悯，求你来充满阮。主，我来追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较无你的同在。感谢主，以恩典做阮年岁的冠冕。主，阮所经过的路径，你拢指落指油，互阮所有的一切拢丰富。你为阮备办所有的拢交全。主，我要感谢你的疼，感谢你拣选阮，成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互安乐圣教会成做耶和华的军队，互阮会当穿伫迄属灵的军装。互阮对耶稣来行。主啊，阮要伫你的面前宣告，阮每一个人拢要同心合意伫你的面前来建设上帝你荣耀的教会，上帝你宝血所买赎的教会，互阮来荣耀见证你的名。主，阮即时下这起日，咱用即首的诗歌，成做咱的宣告，咱要奋起为耶稣，因为只有耶稣会当带领咱来得胜。哈利路亚！奋起为耶稣，世界中永证明，不尊严的困境，同创造主的名。一日年再生，主要统帅全军，地高。
来攻击，这种的震动，主愿属伫你的精兵内面，主我要靠主来攻强得胜，毋是我靠阮家己，我要拿起这个军旗向前来行，军队耶稣，阮就会当来赢过这个仇敌，因为耶稣基督赢过阴间死亡的权势，伊已经得胜了，伊已经为死搁活，伊已经得胜搁得胜了，哈利路亚！阮起为耶稣，主名我必不救，因为咱人的威严，大大罗连之上，受敌个这个有名，主名应当分用，也是为耶稣，我着到底真重。分起为耶稣，分这是你无罪，因你是听咱歌声，为你就走开过，用心修咱的心将，必定我命光美，家主当时当歌我。当永光永远，分起为耶稣，分这是你无罪，因你是听咱歌声，为你就走开路，用心修咱的心将，必定我命光美。大主当时当歌王，当向公关永远。哈利路亚，咱的主已经得胜了，哈利路亚。主耶和华，阮的上帝，这是阮伫你面前的祈祷，将阮的一生交伫上帝你的手中，正做上帝你所使用耶稣基督的精兵。主啊，求你亲自赐予阮全副的属灵的军装，予阮穿着这个军装，阮的活命靠你刚强得胜。虽然伫这个弯巧背逆的世代，但是阮会当伫当中为着上帝你所赏赐，予阮的恩典、你的救恩，阮勇敢徛在。因为阮相信是你甲阮同在，阮相信是上帝你的呼召引带阮每一天的道路。主啊，愿阮的一生都来为你来活。主啊，愿阮的教会都来到伫你的面前，每一个兄弟姊妹同齐回应上帝你的呼召，同齐组织要来伫这个世代当中为你来征战。主求你彰显你大权能，彰显你的大作为。伫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对赶这所有黑暗的权势，将你的德性对天降落伫阮当中，互阮的活命同齐经历这个德性，互阮的活命同齐得到上帝你为阮所备办这丰盛的恩典，正做阮活命当中唯一的愿望。主，阮来仰望你，阮来倚靠你，愿阮的一生为你来活。阮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咱同齐用使徒信经来食做咱信仰的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必列岛忍耐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叫我后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三通，罪得赦免。
肉体叫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兄弟，请坐。这时咱要来读启应文，我来启，兄弟来引。启应文第16篇，好个所在咱做伙来读。上帝是咱的避难所，是咱伫患难中随时的帮站，所以地随改变，其中的水随花好滚甲。咱也无惊吓，上帝伫其中，城必无摇动。恁爱休困，爱知影我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是咱的避难所，阿门。下面正道的时间，咱请少伟传道。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疼痛甲稳定，互咱搁一摆会当同齐组织，同齐来到伫礼拜日。同齐来敬拜咱的上帝，每一个礼拜日，当咱会当组织敬拜上帝，这是何等美好的稳定。请咱同齐来翻开今仔日的周报，也是咱若是有早咱家己的圣经，咱会当来翻开家己的圣经。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11节到16节，现场请咱的同齐同心来上读这段的经文，11节到16节的经文，咱同齐来上读，请。伊所属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教师，为着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躯，伫通教咱众人伫真道上当归第一，认捌上帝囝，第一中代正圣灵，满有基督忠诚的心量，互咱无搁再做细汉囡仔，着了人的诡计甲欺骗的法术，受一切异教的风摇动，飘来飘去。着随探大样的异端，唯有用疼心讲诚实话，凡事忠敬，连伫元首基督，全身拢靠伊联络得学习，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公用彼此相帮赞，着变着身躯渐渐增长，伫疼中建立家己。阿门。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赏赐丰富稳定的主上帝，我感谢你，你的稳定真正足丰富。你赢过这个世界，你赢过死亡，你赏赐予阮济济恩赐，你赏赐予阮伫活命当中济济方式的稳定，你赏赐予阮宝贵的救恩，你赏赐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有彼此相疼的心，互阮伫当中同齐组织，互阮伫当中同齐结出上帝你的活命充满伫阮内面所结出的一个美好的果子。主啊，求你亲自甲阮同在，你的圣灵继续引带带领阮，互阮的教会彼此连结，三甲做伙。要行伫上帝你的道当中，永远无偏离。主，求你亲自来引带、来束缚阮头前的路程。我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要做伙来分享一段经文，是伫以弗所书当中的经文。
以弗所书伫当中有讲到侪是甲教会有关系的遮个经文。伫当中所讲到的教会，毋是讲干那某一间教会。伫当中所讲的教会，就是伫圣经当中讲的普世的教会。就亲像咱拄拄仔伫使徒圣经当中咱所读的，我信圣灵，我阁信圣公同的教会。即个公同的教会，所讲的就是普世的教会。世界当中每一个教会，拢伫当中有即个使命，有即个目标，要伫当中学习耶稣基督伫当中教示咱的。所以伫当中，伫以弗所书当中讲到侪甲教会有关系的道理。其中呢，伫第4章当中，保罗特别讲到，教会应该爱合一，教会应该爱合一。咱拢听过足侪甲合一有关的道，咱相信咱拢知影，甲合一是真正足重要。但是有时阵呢，伫教会当中合一呢，可能成做一个口号。啥物叫做口号呢？就是即马讲叫做政治正确啦。政治正确是啥物意思？就是讲吼，咱伫教会吼，咱毋管做啥物代志，咱只要讲吼，咱是为着要合一。安尼，哪想讲起来，咱要做啥物拢会当做，咱要做啥物拢是对的。这叫做政治正确。咱可能毋管讲啥，毋管要做啥物，咱就是讲哦，咱是为着要合一。但是实际上，咱所做的真正会当达成合一这个目标吗？咱所做的真正会当完全达到圣经当中所讲的合一的标准吗？其实合一无一定亲像咱所想的安尼。今仔日咱要做伙来思考一件代志。伫去年的年底，我看到一个文章伫当中有讲到吼，这个文章是讲到安那？是讲到即摆少年人，即摆少年人上讨厌的员工福利啦，伫讲一个公司内面，即个少年人吼，上讨厌的员工福利排名吼，第1名是安那？员工旅游呢？哦，大家敢爱旅游？大家足爱旅游的对无？但是为什么第1名上讨厌的是旅游啊？第2名是员工自餐呢？第3名是尾牙呢？哦，这拢看起来是真好的呢。为什么即摆的少年人就无爱做这个代志？为什么呢？其实伫即个文章当中就讲到，其实毋是这个少年人无爱旅游，是因为安那？是因为甲毋对的人出去旅游，是因为甲毋对的人出去旅游。伫当中就有讲到，有一寡人就讲，哦，甲遮个人出去旅游吼，根本就毋是，我会当放轻松啦。咱若是甲讨厌的主管吼，做伙出去旅游吼，这根本就是那惩罚啦。这是啥物意思？这个意思其实是咧讲，人甲人一定是安那，一定是。咱讲人是所谓群居动物啦，也就是说，人一定是会当人甲人会当斗做伙，但是安那虽然会当斗做伙，但是毋是随便斗就会当斗做伙。那是安那甲袂合的人做伙吼，永远都无欢喜。甲袂合的人做伙，永远都无欢喜。所以其实这毋是讲人无爱遮个旅游，是讲咱敢若想要甲咱家己所爱的人、所欢喜的人做伙出去，安尼就好啊。所以伫即个公司当中，可能有一寡头家，有一寡主管，就想讲我就是固定有办遮个活动啊，我固定有互我的员工有遮个福利啊。安尼照理来讲，遮个员工一定应该是安那，应该爱足忠心的呢，应该爱为我做更较侪代志呢。这就是头家的思想，头家的思想会想讲，我就是互你这，互你这，所以你着爱为我做这，为我做迄。但是，这个头家的思想无一定代表讲，伊会当真正了解这个少年人咧想啥物，伊无一定会当了解到底这个少年人袂当甲这个少年人有这个合一的心。所以今仔日咱要做伙来思考。
今仔日咱要做伙来思考合一这件代志，就是讲，咱若是跟他人做伙，但是咱的心无做伙，安尼毋是真正的合一。若是咱跟他有人做伙，但是咱的心无做伙，安尼毋是真正的合一。伫教会当中，咱特别爱思考一件代志，咱若是平常时，咱就无爱即款公司的运作的模式，咱就莫伫教会当中嘛照样用公司的运作的模式来使用，安尼所带来的毋是合一。伫咱的生活当中，咱爱思考，毋是规定逐个人做同一件代志就是合一。那真正合一是安那？真正的合一，圣经当中，以弗所书当中甲咱讲，是上帝已经赏赐互咱。所以以弗所书第4章一开始甲咱讲，咱爱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做一的心，就是讲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保血来成就了这个救恩，互这个地面上所有的教会已经合一做伙啊！这是已经完成的，已经合一做伙啊！所以，咱今仔日的教会，咱所爱做的是竭力保守这个合一，是竭力保守这个合一，毋是去创造合一，是竭力保守这个合一。所以，咱就来到伫今仔日的经文当中，咱要来看，伫今仔日的经文当中。保罗就伫当中讲到，咱若是要达到合一，咱就爱照着上帝心意来做。上帝心意甲咱讲，伫11节到16节的经文当中，其实伫希腊文原文当中是干那一句话，一句话讲到老长，安尼一句话。这一句话呢，保罗就是咧讲一件代志。这件代志就是这个红字所讲的，为着要成全圣徒。国建建立基督的身躯，所以咱规个教会，咱正做基督的身体，咱正做基督的身体，咱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咱每一个人，咱有一个目标，咱爱建立基督的身体。咱要怎样建立基督的身体呢？就是伫第11节当中甲咱讲的，上帝所赏赐予咱逐项的恩赐。这个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教师。伫这当中，无共款的恩赐，为着要成全圣徒。这个无共款的恩赐，拢是为着要成全圣徒，要互每一个圣徒伫当中徛伫对的位置，彼此来服侍，就会当建立基督的身躯。所以，建立基督的身躯，会当达到什么款的程度呢？达到保罗就伫13节讲到，有2个重要的目标，咱会当来看，咱要怎样建立基督的身躯。第一，就是伫当到咱众人伫真道上当归第一，当归第一，就是咱第一个目标。基督的身躯就是爱当伫真道上合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基督的身躯会当成长，成做大人。无搁再做细汉囡仔，这是第二个目标。所以，咱若是用一个人的身躯来比喻，用一个人的身躯来比喻，一个人的身躯呢是安那？是每一个身躯拢爱安那？拢爱连接做伙，并且每一个身躯拢爱听什么部位的命令？爱听头的命令，爱听大脑所发出来的命令，这是。一个身躯有伫中的，伫一个身躯当中，就有足侪只的神经系统伫当中连接做伙，就是对大脑发出来即个信号，发出来即个命令，每一个身躯就去做。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即个身躯渐渐大汉的时阵，身躯会大汉无毋对，但是毋是干那大汉就好，身躯大汉搁爱安那？佮爱健康啊，身躯大汉佮爱健康啊，身躯大汉若是无健康，安尼有完无好。所以这是今仔日咱所要讲的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咱就先要来看，
伫教会当中，咱要怎样来思考发展那多元的文书，会当建造合一的教会？咱虽然是合一的教会，但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是安那？咱拢是无共款的人，咱拢是对四面八方是对无共款的所在来到伫遮。咱的成长的背景拢无共款，咱受教育的背景拢无共款。咱可能有一寡兄弟姊妹嘛是对别个教会来到伫遮的，以前对教会印象思考嘛无共款。但是当遮个人同齐组织做伙的时阵，咱就有共一个目标，咱要共委身伫即个教会，要建立基督的身躯。所以保罗伫当中就说明讲，上帝赐予教会有遮济济无共款恩赐的人，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教师。遮个无共款的人，圣经当中，遮有人讲这是5个恩赐，有人讲这是4个，但是无论是安那，反正就是讲，上帝赐予咱有济济无共款恩赐的人。伫遮所讲的，毋是恩赐尔，伫遮所讲的是有即款恩赐的人。伫当中就讲到，遮个人组织做伙。服侍目的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躯。教会内面袂拢是同一种的人，但是呢，也就是因为咱拢无共款，就是因为咱拢无共款，所以咱组织做伙，咱就会当看到大家无共款的需要，大家无共款族群的需要，咱就会当。去照着无共款的方式来发展咱的教会。每一个人拢伫家己的位置当中做好，安尼教会就会健康来发展，互教会境界就更较受扩张。这就是上帝赐予教会有济济无共款多元的恩赐的目的。上帝无要互教会拢是同一种人。上帝要互教会有济济无共款的人，但是无共款的人是咧做共款的目标。无共款的人是为着要做共款的目标。咱再来看这5个恩赐，伫初代教会当中是代表什么意思？这5个恩赐伫初代教会当中，使徒到伫今仔日已经无有亲像初代教会迄款的使徒。使徒呢？伫初代教会当中所讲的使徒，可能就是有耶稣基督的12个使徒，个使徒保罗伫当中，就是出去受差派出去建立教会，受差派出去开拓教会的人。但是呢，到伫今仔日已经无有亲像迄款的使徒，但是呢，咱会当讲，若是有即款有使徒恩赐的人，伫当中伊就是有即个使命。伊想要受教会差派出去开拓，伊就是想要受教会差派，并且伫当中伊有即个国度的眼光，伊会当伫当中看到真侪上帝伫即个世代当中所要做的代志，伊就去做，这是使徒。所以伫初代到教会当中有一个代表的人物，就是使徒保罗，伊伫当中建立真侪教会。这嘛是伫当中，咱会当所看见、所学习的代志。第2个有先知的恩赐，这个先知是啥物款人呢？同款到伫今仔日的教会，已经无有亲像旧约的先知，会当旧约的先知吼。虽然咱讲过足侪摆，虽然咱伊的名叫做先知。但是先知的意思，毋是代表讲伊会当安那，伊毋是即马讲的未卜先知啊。先知的意思，就是上帝对伊讲啥物话，伊就传达上帝的话，这叫做先知。所以伫即个当迄个世代当中，上帝拣选即个人要对即个世代的人讲话，伊就是借着即个先知，上帝就借着即个先知来对即个世代的人讲话。所以先知是安那？先知就是人甲上帝当中的即个电话线呐，人甲上帝当中的即个line啦，就是讲人若是要对上帝若是要对人讲话，就是透过先知来讲话。
但是到伫今仔日呢，就亲像到伫《使徒行传》当中，已经无有亲像旧约的先知的角色。但是呢，伫《使徒行传》当中嘛有讲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阿加波。这个阿加波呢，伊就是安那，伊就是有一摆伊嘛是一个先知。安怎讲伊是先知呢？伊会当知影未来会发生啥物代志，是因为上帝甲伊讲的。就是有一摆，当使徒保罗要去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这个阿加波呢，伊就来找使徒保罗，伊就用绳啊家己绑起来，就来到伫保罗面前，就讲安那，你若是去耶路撒冷，你就会亲像安尼，互人掠去关，互人绑起来掠去关。伊的意思就是讲，伊已经知影，上帝已经甲伊讲，保罗若是去耶路撒冷，就会拄到即款的代志。但是保罗犹原照着伊的心意，照着伊一开始的呼召，伊犹原要去，安尼伊就去。伊犹原照着伊的意思，伊要去。但是呢，这个先知阿加波，伊已经安那，伊已经传达上帝的意思。但是这毋是讲。上帝意思是讲，伊去遐会发生即件代志，但是上帝意思毋是讲你莫去，上帝意思是干那甲伊讲，你去会拄到即件代志，但是上帝无叫伊莫去，所以保罗嘛是共款照着伊的意思讲，安尼我要去。所以这就是来讲到使徒甲先知是伫初代教会当中，咱会当看到这两个有特别温数的。过来，咱过来看，有传福音的，传福音的伫当中，伊就是安那，就是照着即个名所讲的，伊就是顺服上帝引带，会当伫当中随时把握机会来传扬福音。咱所清楚的，伫初代教会有一个真有名的人，叫做腓利。即个腓利呢，伊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伊会当伫当中传福音，甚至是安那，甚至是伊会个会伊。传福音的时阵，伊若拄到一个人，就亲像拄到即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伊就伫当中，伊传福音传到拄到遮有水，伊就为伊来行洗礼。伊伫当中，伊就是照着上帝互伊的感动，伊讲我伫遮有啥物款的使命，我伫遮上帝要互我做啥物代志，就是照着上帝互我的温数，传福音的温数，要讲。甲福音甲人讲明讲好清楚，遮个温数，伊就去甲人分享，这是传福音的。过来就是牧师甲教师，牧师甲教师呢，伫原文当中有人甲伊看做是共一个，就是牧师甲教师是共一个，所以有人讲这是4个温数，有人讲这是5个温数，这拢会当。反正就是讲，这牧师甲教师，这拢是讲到伫初代教会当中，踮伫教会内面来牧养、来教导兄弟姊妹的人，踮伫教会内面来牧养、来教导兄弟姊妹的人。所以，这个牧师毋是干那讲，而是教会当中这个职业、这个职称叫做牧师安尼尔。这毋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讲有这个牧师温数的人。这个牧师温数的人，伊是安那？伊是会当用听来关怀、来劝勉人。这个教师的温数是会当借着讲明圣经的道理，将圣经讲互明白，互兄弟姊妹会当了解上帝的心意。这是教师。伫当中代表的人物，亲像《使徒行传》当中有讲到一个人叫做巴拿巴，伊的名翻译叫做劝慰子。伊就是一个专门最会晓去劝勉人、去安慰人的即款人。伫使徒行传当中，阁有讲到另外一个教师叫做亚波罗。即个阿波罗呢，伊就是安那，伊就是会当去到去教会当中，会当去讲明上帝的道，会当去坚固人的信心，即款的人。伫教会当中，袂拢是共一种人。但是，遮个人斗做伙有上帝的目的，遮个人斗做伙有上帝的目的。咱会当来思考，伫咱活命当中，上帝赐予咱有啥物款的温数？咱会当伫当中怎样发挥上帝所赐予咱的温数呢？
后来的经文继续甲咱讲，这文书的目的是为着要安怎，互咱会当建立基督的身躯，伫等到咱众人伫真道上同归第一，认捌上帝的囝。伫当中讲到建立合一的教会，建立合一的教会是伫什么代志顶面合一？这个合一的意思，毋是讲咱每一个人拢做同款的代志，这叫做合一。毋是安尼，毋是讲咱每一个人拢穿同款的制服，这叫做合一，嘛毋是安尼。这个合一是安怎？圣经当中甲咱讲，伫真道上合一，伫真道上合一。所以，当这个真道是啥物意思呢？真道的意思就是下骹所讲的，真道的意思就是认捌上帝的囝，就是咱伫认捌上帝的囝这件代志顶面。咱是爱合一的，咱是爱同款的，就是咱的信仰的个别是爱同款的。咱对上帝的认捌，咱对上帝的信心是爱同款的。咱相信的是同一位上帝，同一位耶稣，同一位圣灵。这是伫真道上同归第一。所以，这真道上同归第一，就会当伫当中，互咱看到。虽然咱彼此的做法无共款，但是咱有共款的目标。这就亲像咱今仔日每一个人，咱拢对家己的厝内面出发来到伫教会。咱敢有每一个人拢行同一条路来教会？无一定嘛。咱拢住伫无共款的所在，有一寡人行健康路，有一寡人行西门路，有一寡人行府前路，等等的。拢无共款，但是到路尾拢安那，拢聚集伫永福路。每一条路对无共款的所在出发，但是拢聚集伫永福路。为什么？因为安乐圣教会伫永福路，所以咱就伫当中，咱会当聚集做伙。这就是伫当中同归第一这个意思。咱虽然对无共款的这个所在出发。过程也无共款，咱用的交通的工具嘛无共款，咱行无共款的路线，但是咱到伫同一个目的、同一个目标。所以咱伫教会当中，咱强调合一，咱并毋是因为讲咱因为强调合一，所以咱就无去看到讲咱彼此有啥物款无共款。其实颠倒边，咱因为咱合一，所以咱就照着。基督所赏赐予咱的达人无共款的温数，咱照着这无共款的温数，咱来做共款的目标的代志。做有传福音温数的人，就是照着上帝所赐予伊的传福音的温数，伊去传福音，伊的目标是啥物？目标就是去引带人来认捌上帝。同款有教书文书的人，伊就伫当中，伊去劝勉、去教导兄弟姊妹认捌圣经。伊的目标是啥物？嘛是互人会当认捌上帝的囝。这拢是同款的，无同款的方式，但是来做同款的目标。这个意思就是要同齐来建造教会，来荣耀上帝的名。这就是今仔日咱所要讲的第一个重点：建立。合一的教会，咱会当用多元的文数，用无共款的文数来建立合一的教会。伫圣经当中有一个真特别、真有名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安怎？这个故事记载伫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10章15节到16节。迄个时阵的以色列王叫做亚哈呢，就伫当中。亚哈呢是当迄个时阵，伊受高抹兴起，成做以色列王。一开始，当伊成做以色列王的时阵，伊为上帝大发热心。伊做有热心讲，伊想要为上帝做一寡代志，所以伊就伫当中，伊想要安那去将遮个国家当中遮个偶像、遮个苦段拢甲伊除掉。伊就开始要去做。当伊要去做的时阵，伊就坐去伊的战车，爱就开始出发。伊出发的时阵，伊就伫路程当中，伊就拄到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利家的囝约拿答。利家甲约拿答呢，伊是啥物人呢？伫圣经当中有讲到有一个民族，叫做利甲族。伫耶利米书当中有讲到，这个利甲族呢，就是安那。利甲族呢，就是因是游牧民族，但是呢，因就踮伫旷野当中咧过生活，过一个真简单、真朴实的生活。伫当中，因所过的生活，就是亲像即个人所讲的即个修道院、即个修道士共款。伊就是伫当中过一个亲像修行共款的生活。伊就伫当中过生活，但是因是安那？因是敬拜上帝、敬畏上帝，因是听上帝的人。所以当即个亚吼即个王呢，伊伫当中，伊经过旷野的时阵，伊就拄着利家的囝约拿答的出来迎接伊的时阵，伊就问伊安。伊问伊甲伊请安的时阵，伊就讲一句话，伊讲：你诚心待我，亲像我诚心待你嘛。即个意思就是讲，你是真正诚心才待我，亲像我嘛，伊要表达意思就是讲，我已经诚心才待你，你敢有诚心才待我？约拿答的回答是：是。这时亚吼就讲：若是安尼，你就我来伸手。伊就伸手，亚吼就诱伊上车。诱伊上车，亚吼就讲：你甲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这段经文，这个故事的意思，虽然真短的故事，但是伊甲咱讲到一件代志。亚吼伊是一个王，伊是一个对上帝大有热情的王。迄个时阵，伊是对上帝大有热情的王。伊想要为上帝做一寡代志，但是伊所做的方式，无一定甲约拿答是共款的。约拿答是伫旷野当中，伊是咧过修行的生活的，伊无一定就亲像亚吼共款，伊会用即款的方式来做。但是亚吼伫当中犹原约拿答来伸手，伊的意思就是讲，虽然咱的做法无共款，虽然咱一开始咱的心态无共款，咱的态度无共款，但是咱若是有共一个目标，咱想要为上帝做啥物代志，安尼，请你伸手，咱做伙来，请你伸手，咱做伙来。这段经文后来呢，互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伫伊一篇真有名的讲章当中，伊就讲到，伊一篇真有名的讲章叫做《大公精神》，就是他拄仔咱所讲的共同的教会。这个讲章当中，伊就讲到，咱虽然伫意见顶面、伫礼仪顶面会当无共款，但是只要你嘛是甲我共款听耶稣，只要你的心嘛是甲我共款听耶稣。安尼，请你伸出你的手，请你伸出你的手。当约翰卫斯理迄个时期呢，当宗教改革以后，伫基督教当中有分做侪无共款的宗派。伫遮无共款的宗派当中，彼此的礼仪无共款，敬拜的方式无共款。啥物侪顶无共款的，就亲像到咱今仔日，其实嘛是安尼啊。咱今仔日甲啥物长老会啊、灵粮堂啊，啥物款侪教会，其实咱伫崇拜仪式、礼仪顶面，可能拢无共款。但是约翰卫斯理的意思就是讲，咱虽然无共款，但是安那，只要你的心甲我共款，拢听耶稣；只要你的心甲我共款，拢听耶稣，请你就伸出你的手来，请你就伸出你的手来。咱会当做伙，咱会当做伙。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这要甲咱讲的一件代志是安那？教会袂拢是安那？袂拢是志同道合的遮个朋友，但是咱会当是志在基督，咱的心志是共款的，咱的心志是共款的，咱拢是心志拢目标拢是为着基督。
咱会当是战友。咱无一定拢彼此的兴趣共款，咱无一定拢想要做共款的代志，咱无一定拢想要去共款的所在佚佗，咱无一定拢想爱食共款的物件，但是这无要紧啊。咱拢是安那，咱敢有拢是听耶稣，这较有要紧。咱敢有拢是真正听耶稣，咱想要为着耶稣来大发热心，这较有要紧。我要甲大家分享，最近呢，就是因为最近咱教会的国语堂的敬拜团，最近咱教会国语堂的敬拜团因为过去咱教会国语堂的敬拜团有分做四个无共款的敬拜团。这4个无共款的敬拜团呢，逐礼拜就是拢轮流嘛，拢轮流这4个敬拜团拢是选家己的诗歌，就是每一个敬拜团拢选家己爱唱的诗歌，就伫当中做伙所以后来呢，就是有一摆咱教会举办这个同工训练的时阵，就有人敬拜团的同工就伫当中咧反映讲咱来参加咱教会这个咱教会国语堂咱来参加国语堂的礼拜因为每一礼拜咧带的敬拜团拢无共款，咱就那亲像就讲到参加敬拜的时间，诗歌敬拜的时间，就那亲像咱每一礼拜拢来到无共款的教会安尼。就是每一礼拜拢无共款的敬拜团，拢唱无共款即个风格的这个诗歌，就亲像安尼。所以呢，后来咱同工做伙咧讨论的时阵，就做一个决定，就讲无，就是咱敬拜团每一个敬拜团拢选出一寡歌，就大家做伙合做伙，就成做即个歌单。即个歌单呢，就是咱后来就是对4月份到6月份，咱会当做伙，咱就来唱这个歌。每一个敬拜团，咱拢伫当中来唱这内底歌，安尼就好啊。这是咱达到合意的一个方式。虽然因为咱拢做无共款，但是呢，为着要互大家会当伫适应顶面会当较紧会当适应，所以就用这款的方式。所以呢，当我后礼拜要来带国语堂的敬拜，我就开始来选歌。我在选歌的时阵，我就感觉真烦恼。为什么呢？因为我就看到逐个人选的歌就这条歌我也袂晓唱，迄条歌我也袂晓唱我就一直咧听，就听这个歌，一直听就感觉讲我对这条歌就无感动啊，我对迄条歌就我就袂晓唱啊，我就唔知影要安怎，我就一直咧选的时阵，选来选去就唔知影要安怎选。后来呢，我伫当中就有一寡的埋怨。我咧埋怨的时阵，上帝就伫当中提醒我。上帝提醒我的意思就是讲安怎，讲上帝提醒我讲，你看，这唔是每一个敬拜团用家己的歌来敬拜上帝嘛？这敢毋是每一个敬拜团用家己的歌来敬拜上帝嘛？敢讲教会就一定爱敢讲就一定，逐个人就一定爱选你所欢喜的歌，安尼较叫做敬拜吗？伫这当中，我较来思考一件代志：每一个人会用无共款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每一个人会用家己无共款的诗歌来敬拜上帝。有一寡人爱唱迄种歌，有一寡人爱听迄种歌，但是这拢无要紧。上要紧的代志是啥物？上要紧的代志是，咱敢有共款有一个敬拜上帝的心。咱敢有共款有一个敬拜上帝的心。当咱来到伫教会当中，咱若是拢有这款的心志，讲咱来教会。咱有共款的心志，咱要来敬拜上帝。安尼，这就是一个合一的教会。咱若伫来到伫教会当中，咱有共款的心志，讲咱要做伙来敬拜上帝。安尼，咱就是一个合一的教会。第二个部分，咱要来思考，
一个身躯，毋是干那爱合一，一个身躯佮爱安那，佮爱健康成长。当教会健康成长，并且学习用疼心来实践咱的信仰。经文当中继续甲咱讲，13节经文甲咱讲，互咱会当长大成人，会当满有基督忠诚的心量。这个意思就是讲，当身躯成长到伫大汉、到伫大人的这款样式，并且安那有基督住伫咱的内面，有基督住伫咱的内面，有基督住伫咱的内面。各位亲爱的兄弟，咱的身躯，咱这个基督的身躯，咱敢有基督住伫咱的内面？咱敢有基督住伫咱的内面呢？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所在。这个所在呢是伫美国加州吼。美国加州有一片真有名的这个树林，这个树林叫做红杉林。这个红杉林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呢？这个红杉林吼，伊特别的所在就是通常吼，这足大丛的树啊吼，伊的根拢是安那，拢会乌足深，伊的根拢会乌足深。但是这个红杉林呢，伊的根无深。伊的根无深，伊就对下骹干啊，差不多3公尺到5公尺安尼尔，其实无足深哦。但是安那，但是伊的根是对位边啊开始来分布的，就是伊的根是会当两边去分布，就甲边仔的树啊，的根就安那，就绑做伙，连结做伙。所以这规片的这树林伫当中，就是每一丛树啊，其实伊对表面上看起来，拢就是一丛一丛树啊，但是伫土地下骹，就是因的根拢是伫当中绑做伙，伊会当延伸地面，会当有数百英尺，伊彼此会当真紧密来相连。所以呢，当这风台来的时阵，这风台来的时阵，因为安那，因为因的根拢绑做伙。所以风台来的时阵，伊会当互相扶持，伊就袂真容易就会当倒落。伫这当中，咱会当看到一件代志，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到伫教会当中，嘛是安尼。虽然咱拢讲到一个真重要的重点，就是咱的根爱足深无毋对，但是咱可能来到伫教会的时阵。咱还阁初信的时阵，咱信仰的根还阁无深的时阵，咱要怎样会当安那？咱要怎样会当去抵挡这个风台的攻击呢？若是咱的信仰的根还阁无深的时阵，咱要怎样会当抵挡这个风台的攻击呢？就是咱周围的兄弟姊妹会当甲伊扭掉的，咱周围的兄弟姊妹会当甲伊扭掉的，莫互伊去互。这个代志来攻击，莫互伊互周围的环境来攻击，伊就跋倒啊！这是啥物意思？这就是亲像圣经当中所讲的，保罗甲咱所讲的，互咱莫阁做细汉囡仔，得了人的诡计甲欺骗的法术，受一切异教的指控，摇动飘来飘去，就随谈逐样的异端。保罗咧讲的意思就是安那，恁会爱做伙，教会若做伙，当咱伫当中若是有一寡人打粗心，啊，阁亲像细汉囡仔的时阵，就容易会当安那粗心，亲像细汉囡仔，就容易会当去随谈即个环境的变化，就感觉信心软弱，得了人的诡计，得了魔鬼的欺骗，就感觉信心软弱。就去随谈逐样的异端。保罗甲咱讲，咱教会爱伫当中彼此相听，彼此连结。所以伫当中，啥物款温顺的人，就伫当中有价值，就亲像先知的温顺，亲像教师的温顺，就伫当中有价值，会当去帮助这个人，
明白圣经的道理，帮助遮的人明白上帝的心意，帮助遮的人坚固因的信心，互因的信仰无摇动。这就是伫当中保罗所讲到的代志。后来保罗佮继续讲，只有用听心讲诚实话，即个讲诚实话的意思，其实这毋是干那讲你讲话爱诚实，莫讲白贼安尼，这毋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讲诚实的话，意思就是真理。所以其实即句话搁较正确的翻译，就是你爱用听心来行真理，用听心来行真理的事，用听心来行真理的事。咱每一个人咱爱有一个听心，伫当中凡事中进，连伫元首基督，全心拢靠着伊联络的学习，百节各按各节，就会当伫当中照着各体公用，彼此相帮赞，就叫身体渐渐增长，伫听当中建立家己。听心伫当中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听心是咱会当行出真理的关键。听心是咱会当行出真理的关键。当咱伫即个世间行出真理，就毋是包括干那咱讲话尔，是讲咱的日常生活、咱的行事为人，拢得爱安那，拢得爱有听心。咱的日常生活、行事为人，拢得爱有听心。所以听心是一个基督徒，听心是一个基督徒运用文字的原则。听心是一个基督徒运用文字的原则。伫遮我要特别甲大家澄清一件代志。什么代志呢？就是若是你听过有一寡人咧分享，讲上帝所赏赐予咱济济无共款的文字，其中上大的文字是听。安尼我要甲你讲，毋是。为什么？因为听毋是文字，听毋是文字，听是圣灵的果子。是加入太书当中所讲到圣灵的果子当中的第一个。为什么讲听毋是文字呢？咱若是看到哥林多前书当中看到哦，亲像牧师伫顶个月伫当中有分享哥林多前书，上帝赐予教会逐项的文字，伫当中保罗到落尾讲到一句话，讲安那，讲恁着爱追求迄个更较大的文字。所以有人就讲哦，迄个更较大的文字就是13章所讲的听，但是其实毋是。为什么讲听毋是文字？因为听若是文字，圣经当中甲人讲，文字是圣灵照着家己的意思分予逐人的。文字是圣灵照家己的意思分予逐人的。所以若是听是一个文字，咱就会当讲哦，传道啊。我足想要听你，但是我无即个文字。上帝无赐予我即个文字会当听你。各位兄弟，听毋是文字，听是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爱操练、拢爱得到的圣灵的果子，毋是圣灵分予逐人的，是咱拢爱操练，咱爱有即个听的文字。当咱了解即件代志，咱就知影，因为听是一个重要的元素。伫这当中，咱讲到用听心行出真理，就是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有济济无共款的文字，但是当咱咧使用、咱咧运用这个文字的时阵，咱一定爱有听心。咱咧运用这个文字的时阵，咱一定爱有听心。就是因为有听心，所以大家无共款文字的肢体，才会当联络得学习。就是因为有听心，所以大家无共款文字的肢体，才会当连做伙，才会当联络得学习。所以，咱伫当中会当来讲，这就需要什么款文字的人呢？这就需要亲像使徒这款文字的人。会当将每一个人放伫适合的位置顶面，
将无共款温数的人放伫适合位置顶面，这嘛亲像着爱有亲像牧师温数的人。这个牧师温数的人，就会当用疼心来陪伴、来引带人，挽回，互人会当伫当中来成长。当圣经伫当中将这无共款的温数，拢放伫同一个教会当中的时阵，咱伫当中就爱来思考，安尼咱会当怎样彼此和睦呢？咱就爱有疼心，咱就爱有疼心。所以，各位亲爱的兄弟，最后我就要来用一个这个叫做自然教会发展评估8要素，用这8项的元素，咱要来思考，安尼一个教会敢有健康？一个教会敢有健康？会当用这8个方面，会当来思考，会当来判断，安尼一个教会敢有健康？这8个部分呢，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教会当中敢有互人会当得力的，才会引带，才会领导。这个意思就是讲，一个真好的领导者，一个真好的领导者领袖，毋是讲我家己做偌济，是讲我帮助人成全偌济。第二个部分，咱教会敢有用温数为本的服侍。以温数为本的服侍，就是将对的人放伫对的位置顶面。第三个部分，咱敢有充满热情的这个灵性。这个灵性的意思，毋是干那讲咱的对上帝信心，佮讲咱对上帝疼心。咱毋是干那信上帝，咱佮爱疼上帝。第四个部分，咱的教会当中的这个结构，敢有功能，敢有健全。伫当中，咱的教会敢是有照起工来推动这无共款的事工。第五个部分，咱的敬拜，咱的崇拜，敢是有激励人的心的。咱互每一个人来到伫教会当中，敢是有真正感受到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充满。第六，咱是敢是咱的小组伫当中，敢是有关怀着每一个兄弟姊妹，敢是互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当中，咱的活命拢有委身伫小组当中，拢有得到关怀，得到帮助。第七，咱敢是咱的报道，敢是有以需要为导向，就是咱敢有看见人的需要，并且去帮助人的需要，就亲像咱伫社区当中的服侍，亲像咱伫开拓教会、城安信教会的服侍，亲像咱伫无共款的所在，伫咱虾米门诺园区即款等等的，这个报道，咱敢是有真正用需要为导向。第八个部分，咱的敢是有充满疼心的关系。咱伫教会当中，敢是有充满疼心的关系，这是所有每一个要素伫当中的根基。这8项的要素为着要讲到安那，这8项的元素要讲到的，就是咱中央这个水桶。这个水桶是啥物意思？这个提出这个理论的这个人呢，伊是一个德国的基督徒的作家，伊就伫当中讲到，一个教会敢有健康。咱就是爱去安那，爱去检查咱家己，敢是伫倒一项有欠缺，敢是伫倒一项有欠缺，就亲像一个水桶共款。这个水桶吼，若是滴满了水吼，安尼就安那，伫水桶当中，上底迄个房啊，水就会对遮来流出来。伫这个水桶当中。若是伫当中，这段房啊上底，安尼水就会为遮流出来。所以伫当中，这个理论就是讲安那，咱就爱检查，咱就爱去查验讲，伫咱的教会当中，倒一项较软弱，倒一项
咱发展了，还阁无遐尼好，安尼就爱特别加强迄个部分。咱就爱特别加强迄个部分。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可能每一个人，咱想的都无共款，上帝迄个拢无共款，无一定。但是不要紧，咱就是伫当中，咱会当同齐做伙，咱爱先有即个目标，咱的教会啊发展了更较健康。咱爱先有即个目标，咱的教会爱发展了更较健康。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爱思考来看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虽然伊甲你的想法，伊甲你的个性可能拢无共款，但是伊若是甲你共款，有即个疼耶稣的心，请你就来对伊讲，你是基督身躯的一部分。我需要你，求你伸出你的手，请你伸出你的手。当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有这个看见，去看到咱身边的兄弟姊妹，就讲：你若是甲我做伙听耶稣，安尼，请你伸出你的手，咱做伙彼此同齐努力，互教会发展更较健康、更较勇壮，互教会发展更较健康、更较勇壮。安尼，咱的教会就会当同齐建立，成做一个健康的教会。建立基督的身躯，教会是一个身躯，毋是干那爱成长，搁爱健康。教会是基督的身躯，毋是干那爱成长，搁爱健康。一个健康的身躯，就爱安那？就爱若是咱有咧健身，有咧做运动，有咧了解咱管理咱的身躯的人，咱就知影，咱医生也是这健身教练，一直拢甲人讲，一个身躯若是爱健康，就一定爱哪？每一个部位拢爱均衡发展。均衡发展就是每一个部位拢一定爱得到均衡的这营养。伫教会当中，就是咱拢爱有真理的养持，咱拢爱有适度的运动，就是咱拢爱有温素的操练。安尼，咱才会成做健康的身体，咱才会成做健康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是这个身躯当中的某一个部位，无有一个部位是无重要的，无有一个部位是无重要的。每一个部位拢爱伫当中受养持、受操练，会当伫当中同齐来建立基督的身躯，成做健康的教会。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同齐做伙，伫教会当中，无有一个人讲我是一个属灵的巨婴啊！巨婴是安那？巨婴就是讲，我虽然大汉啊，但是我阁亲像婴仔共款，我就是等人来安那，等人来互我物件食，等人来养饲我，安尼就好啊。毋是安尼，咱每一个人拢爱做伙，成做一个彼此扶持、互相供应的肢体，伫疼当中会当各尽其职，互咱的教会会当彰显基督的丰盛。互咱的教会会当活出基督的荣耀。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伫当中彼此来看到，咱彼此的无共款，咱彼此接纳，彼此服侍，同齐来建立属基督的教会。咱同齐来祈祷。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敬拜你，主啊！感谢你的疼痛，感谢你，因为你的疼痛，你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对四面八方组织做伙，同齐组织伫同一个教会当中，阮共有一个心志，阮就是要来敬拜你；阮共有一个心志，阮就是要更较济来听你，来服侍你。
阮共有一个心志，阮就是要来建立基督的身躯，互你所建立的教会，伫即个世间会当来荣光上帝你的名。愿你祝福，互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拢有伫当中知影，阮要怎样将阮的文字放伫对的位置顶面，通互阮彼此服侍的时阵，会当成做济济人的祝福，成做济济人的帮助。愿你亲自引带阮的道路，互教会伫当中同齐靠着上帝你的话语来成长。来得胜，我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上帝伫咱活命当中引带带领咱，互咱伫礼拜当中，咱会当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同齐做伙努力，彼此相挺。咱请咱。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你是基督身躯的一部分，我需要你。你是基督身躯的一部分，我需要你。阿门。是。好，来，今仔日伫咱当中有第一摆来兄弟姊妹来，无咱请好，好，来，这是素纯姐来，买成这个字怎么念啊？义吗？哦，好，诚意好，我们欢迎诚意，买诚意哈，是，是素纯姐的什么人吗？侄子哦，好，欢迎，好，感谢主，好，阁有其他新来兄弟无？好，无就请咱等下礼拜结束了，咱会当有更较侪时间。会当甲咱亲爱兄弟姊妹彼此做伙交陪，做伙来分享。下面时间咱要同齐来奉献，奉献是咱回应上帝听的方式。上帝赏赐予咱济济的丰盛的恩典疼痛，为着是要予咱会当借着咱所得到的恩典，咱分享出来，彼此相听，同齐来建立基督的教会。请咱同齐起立，咱做伙来到伫主的面前。用诗歌来回应、来敬拜、来奉献。我来追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较无你的同在，求你加情我，来充满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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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你稳定做我冠冕。主，我来追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较无你的同在。求你加情我，来充满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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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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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稳定做我冠冕。主，我来追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较无你的同在，求你加情我，来充满我。耶稣。
稣，耶稣，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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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稳定做我冠冕。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亲自照着伊丰盛的慈爱，将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连结伫真理的内面，互咱伫团契当中享受属天的平安。愿耶稣基督借着伊救赎的大能，将造就教会温事赏赐予你，互你会当回应上帝的呼召，同心建立基督的身躯。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将属天的智慧甲信心赏赐予你，互你会当伫服侍顶面更较忠进，互你的活命，互上帝的名得到荣耀。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你三甲同在，特别甲你厝邻的人三甲同在。对他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各位兄弟，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崇拜就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